咁隨住大家健康意識嘅提升，好多人開始試對各類營養素嘅一個補充啦。咁唔少人表示咧，自己曬太陽嘅時間好似唔夠喎，咁今日度好似唔夠高喎，所以咧佢又覺得需要額外補充維他命 D 啦。但係有啲人又覺得維他命 D 補充過多可能會對肝臟有損害嘅喎。另外咧，維他命 D 對我哋人體有乜嘢用咧？邊啲人需要補充維他命 D 咧？我哋又應該如何科學合理咁補充維他命 D 咧？咁大家好，我係謝醫生。呢一期影片咧，我哋一齊嚟講講維他命 D， 即係維生素 D。維他命 D 咧，即係維生素 D 咧，都稱為吉發祥，佢係一種咧脂溶性嘅維他命。咁食物嚟言咧，主要有蘑菇啦、動物肝臟啦、蛋黃啦，咁以及含脂肪嘅魚類同埋魚子以及魚肝油嘅含嘅維他命 D 都比較高㗎。咁黃綠蔬菜同埋黃色嘅水果呢啲都有。咁食物中嘅維他命 D 主要係以維他命 D2 同埋維他命 D3嘅形式存在。咁動物內臟咧同埋蛋黃中嘅維他命 D 咧係主要以維他命 D3 同埋代謝物25羥基維他命 D3嘅一個形式存在。咁蘑菇中咧主要係以維他命 D2 嘅形式存在㗎。咁除咗通過飲食攝入咧，我哋嘅皮膚咧仲可以合成維他命 D 㗎。當我哋皮膚受到波長喺290到320納米嘅一個紫外線 B 嘅照射嗰陣咧，咁皮膚裏嘅七吐氫膽固醇咧就會轉化為前維他命 D3。咁然之後咧喺熱敏作用之下咧，進一步咧異構成維他命 D3。咁皮膚中嘅黑色素咧，佢會吸收一部分嘅紫外線 B， 從而減少呢個維他命 D3 嘅生成。咁衣服同埋防曬霜咧都係同樣嘅道理。咁陽光中嘅呢個紫外線 B 中嘅強度咧，佢會隨着呢個季節同埋緯度嘅變化，所以咧亦係遠離赤道嘅人咧，一年之中咧通過陽光合成維他命 D 嘅時間就越短啦。咁除咗食物同埋皮膚合成之外咧，維他命 D 仲可以通過補充呢個食物補充劑嚟攝入㗎。由於我哋人體對鈣同埋維他命 D 嘅需求量咧，其實係比較大，而我哋日常飲食咧，有啲人咧係唔可以完全滿足，所以咧呢個時候咧就需要補充一啲鈣或者係維他命 D。咁維他命 D 補充劑咧就係兩種形式，維他命 D2 同埋維他命 D3嘅啫。咁現代醫學認為咧，維他命 D 咧對我哋骨骼好重要啦，佢通過內分泌系統咧調節我哋血鈣一個平衡啦，幫助我哋維持體內血鈣嘅正常嘅濃度。咁除此之外咧，維他命 D 咧仲具有一個激素嘅功能，咁佢可以通過我哋維他命 D 嘅受體影響我哋嘅生長發育、細胞分化、免疫系統以及係炎症反應。然而咧，維他命 D 缺乏咧喺全球範圍內係相當普遍嘅。咁研究顯示咧，全球大約係有 15.7% 嘅人咧係嚴重缺乏維他命 D， 咁仲有 44.7% 嘅人咧係存在不同程度缺乏。咁對於大多數人嚟講咧，缺乏維他命 D 咧，佢會影響骨骼礦化，咁導致骨骼嘅牙齒同埋牙齒嘅礦物質異常。咁唔同年齡段嘅人咧，佢受到影響就唔同噶啦。咁比如嬰幼兒如果缺乏維他命 D 咧，佢唔單止容易得呢個扣留病啦，仲有可能因為骨骼鈣化異常咧，出現 X 型同埋 O 型嘅腿啦，同埋骨骼外凸咧呢啲骨骼嘅變形。同時咧，仲有可能出現腹部肌肉發育不良啦，腹部特別突出啦，或者側牙推遲啦，或者係舉齒呢啲問題㗎。咁孕婦缺乏維他命 D 咧，就容易出現呢個骨質軟化症啦。佢骨盤容易變形啦，從而增加一個難產嘅風險。咁老年人咧，因為肝腎功能下降咧，佢吸收能力減弱咧，再加上戶外嘅活動減少咧，咁體內維他命 D 水平咧，一般嚟講比後生人低啲嘅，咁可能咧就會增加骨質疏鬆嘅風險，從而咧提高骨折嘅可能性。咁有啲朋友可能會問：謝醫生咁如何科學咁補充呢個維他命 D 咧？咁其實咧最簡單、最經濟嘅方法就係曬太陽啦。我哋每日上午9點到10點，或者下午4點到5點陽光比較好嗰陣咧，我哋曬10分鐘或者20分鐘咁就可以啦。但係咧，我哋需要注意就係咧，曬太陽最好就唔好塗嗰啲高倍嘅防曬霜，或者唔好着嗰啲厚嘅衫，或者係咧用嗰啲遮陽傘咧完全遮擋我哋嘅皮膚，因為呢啲行為咧
都會阻礙我哋體內維他命 D 嘅合成㗎。咁成年人咧，只要經常曬太陽，就可以大大咁降低咗維他命 D 缺乏嘅風險。除此之外咧，飲食都係一個途徑。例如有啲人咧，佢會飲維他命 D 強化嘅一個牛奶，咁呢啲改善咧對缺乏維他命 D 有一定嘅幫助。咁喺飲食當中咧，維他命 D 咧主要係存在於呢個海水魚啊嘛，比如沙丁魚、魚缸、蛋黃呢啲動物性嘅食品，以及係魚缸有嘅製劑當中。咁相對之下咧，我哋母乳咧同埋普通牛奶嘅維他命 D 含量咧就更加低啲。咁蔬菜、穀物以及水果中嘅維他命 D 咧同樣都好低㗎。咁最後咧要強調一點，維他命 D 佢唔係越多越好喎。雖然中毒劑量咧佢未完全確定，但係過量嘅攝入咧可能會帶嚟一啲副作用，比如咧食慾唔好啦，或者係體重下降啦，或者係我哋惡心嘔吐啦。嚴重嘅話，過量嘅維他命 D 仲可會導致咧動脈、心肌、肺、腎、氣管呢啲組織嘅鈣化，以及係腎結石，甚至係危害生命㗎。所以咧補充維他命 D 咧要科學適量結合呢個陽光同埋合理嘅飲食，先可以發揮佢對健康嘅作用。咁有啲朋友可能會問：咁自身可唔可以再講講其他嘅維他命咧？先嚟講講維他命 A。佢維他命 A 咧可以保護視力，而且係維持暗光下嘅視覺嘅適應能力，係眼睛嘅視紫紅質嘅重要嘅組成。佢幫我哋維持皮膚同埋各種黏膜嘅完整性啦，使呼吸道同埋消化道呢啲部位咧保持濕潤，同埋提高呢個抵抗力。然之後咧，佢又可以增強免疫功能，使我哋身體咧更好咁對抗一啲病毒同埋細菌。然之後咧，佢又可以支持我哋骨骼同埋牙齒同埋細胞嘅正常嘅生長發育。咁對於細路仔都非常關鍵嘅。同時咧，佢又具備一定嘅抗氧化作用，幫助減少自由基嘅損傷，仲參與一啲維持正常嘅生殖功能，咁保證呢個生殖細胞嘅正常形成同埋成熟㗎。咁維他命 A 咧，主要存在於動物性嘅食物裏邊啦，比如咧呢個動物肝臟啦、兒子啦、前肢嘅牛奶啦，同埋蛋黃啦。咁除咗動物性嘅來源之外咧，植物中嘅類胡蘿蔔素咧都可以喺體內咧轉化為維他命 A 㗎。咁只要係存在於深綠色或者紅橙黃色嘅一個蔬菜同埋水果裏邊咧，比如西蘭花啦、菠菜啦、空心菜，仲有芒果、杏子等等。咁再嚟講講呢個維他命 E 啦，維他命 E 只要係抗氧化咧為主要優勢㗎。咁佢可以保護我哋嘅細胞膜唔俾自由基損害，從而延緩呢個細胞嘅老化而且仲可以促進呢個血液循環啦，改善呢個微循環。咁對皮膚修復同埋維持彈性都有幫助。同時咧，佢都有助於保護呢個心血管健康，減少脂質氧化帶嚟嘅風險。更喺免疫方面咧，都可以增強機體防禦能力。咁另外咧，維他命 E 咧，佢又可以對男性嘅精子活力同埋女性嘅生殖系統都有支持嘅作用。所以咧，喺生殖健康裏邊咧，都佔有一定嘅地位。咁日常飲食當中咧，植物油咧就係維他命 E 嘅主要來源啦。同時咧，大麥啦同埋燕麥啦，以及各種嘅堅果咧，都係好好嘅補充途徑。咁維他命 B6 嘅主要作用咧，主要係體現喺參與呢個體內多種嘅代謝過程啦，尤其係蛋白質、脂肪同埋碳水化合物嘅代謝，佢係多種神經遞質嘅合成嘅必須嘅成分，所以咧佢可以幫助維持呢個情緒嘅穩定，改善睡眠，緩解緊張同埋焦慮。喺免疫方面咧，維他命 B6 咧可以促進免疫細胞正常嘅發育同埋功能㗎。佢仲可以幫助紅細胞嘅形成啦，預防因為代謝障礙產生嘅貧血。咁對心血管健康都有積極嘅影響。咁佢喺動物性嘅同埋植物性嘅食物裏邊咧都好豐富嘅，比如雞肉魚肉動物肝臟全穀物堅果以及係蛋黃裏邊咧都有㗎。咁蔬菜同埋水果都含有一定嘅維他命 B6 比如香蕉卷心菜菠菜呢啲。最後咧再講講維他命 C 啦。咁維他命 C 咧佢有好強嘅抗氧化作用啦，可以保護我哋免疫細胞免受呢個氧化損傷，可以促進抗體生成。佢仲可以調節呢個吞噬細胞嘅功能，同埋 T 淋巴細胞增殖啦，同埋細胞因子生成啦，以及一啲單核細胞黏附因子嘅基因表達。另外咧，維他命 C 咧仲可以防止維他命 A 同埋維他命 E 被氧化㗎。咁維他命 C 主要來源咧就係食物啦，新鮮嘅蔬菜同埋水果含量都好高，比如咧
白菜啦、菠菜、紅棗、草莓同埋金桔呢啲。咁如果我哋平時多食啲新鮮嘅蔬菜水果，而且我哋保證係合理嘅烹調嘅方式，一般嚟講就可以滿足我哋身體嘅需求啦。咁多謝大家。